这个国民党是认为讲政府若要纾困，应该就要发现金。国民党召开着记者会，因的党主席江启臣串联着全国各县市议会党团代表，用视讯连线呼吁政府发现金来纾困。发现金其实它也不是对各行各业的纾困啊，是对每个人呐。现在已经到个人的程度，都快受不了了。你看看我们的失业率，你看看我们的无薪假，你看看人民的痛苦指数，还有物价指数，这一些难道行政院你都看不到、听不到吗？请问消费券能缴学费吗？9月份要开学了，能缴补习费吗？能够缴安亲班的费用吗？很多家长现在其实很辛苦。江启臣嘛来公布着国民党智库民调的结果，有高达2/3的民众支持全民发现金来纾困，民进党嘛有超过半数的支持者嘛是支持来发现金。讲像咱外国，包括美国、南韩、新加坡、日本甲香港，都拢有发现金来协助着民众渡难关。所以国民党是呼吁着政府应该爱比照办理。